请到早安，欢迎收看今日7月初2台记台早起新闻，我是柯兴竹。新闻开始，咱来关心4月初大地震了后，花莲山区的土石较松软，加上最近在落大雨，早暗台九线苏花公路163公里到164公里的所在，山壁就发生土石流，造成路袂通。若铁路的部分，因为总德到和仁路段之间嘛发生土石流，尾也甲铁基路引起，代替伫早暗火车嘛袂过，经过透暝抢修，伫今日透早才恢复通车。伫初一暗，花莲落一场大雨，台九线东向163.4公里，总德磅空南边的出口，土石流自山壁下来，干路规拢砍掉的。自163.3公里到164.2公里，台九线路段和土石流砍掉的双向拢袂当过。这台白色的轿车看无法度过，回头驶走。因过另外一个方向，这台载满着货物的大货车是冒险硬要过。南无干务段伫初一暗已经派机具来抢修。和仁港总德路段暗时9点半开始，只可能会当出来袂用过入去。有几多10台车伫大雨中停伫咧管制口等通车。总德路段估计伫今仔日中昼12点会当抢通。伫铁路交通的部分，代替总德到和仁之间发生土石流下来，甲铁基路砍掉的。代替伫暗时紧急封锁路线，上北的列车驶到花莲，路南的列车是驶到南无站到所新站就停来。代替也伫暗时10点40分成立一级应变小组，因若东部干线伫今仔日早起5点已经恢复通车。记者综合报道。因若昨下晡有一个49岁姓杜的查甫人，伊是赛车去美国在台协会 AIT 头前，直直咧饲喇叭，互警方赶走了后，伊佫甲车驶去总统府，去弄总统府头前的花台，尾也互警方抓起来。不过警方嘛发现讲，伊的精神无啥稳定，伫今仔日就会甲伊移送检方侦办。规台车直接弄向总统府头前的花台，引起骚动，而且白色的车身顶头也佫用喷彩写着。国家认知作战 AI 改造治安 SOS 入侵定义，49岁姓杜的查甫人，身故现警压制，要互警方逮捕。好港在这个弄歹3个花台，无人受伤。经本分局发现他有异状啊，要予以拦查时啊，图加速啊，冲撞总统府前的花圃啊，造成3个花圃有受损的情形啊，但无人员受伤啊。除依那个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予以治单之外啊，另外依刑法公共危险罪及毁损罪移送侦办。一个姓杜的查甫人初一下昼，先到内湖的美国在台协会 AIT 头前，一直饲喇叭，警方甲伊扣劝了，车就驶走。无想讲尾下就开车弄总统府。经过调查，伊酒精台是零，车顶也无可疑的违禁品。不过精神状况无啥稳定，无法度做笔录，所以停止暗示侦讯。今仔日早起，结果依照公共危险加毁损等罪嫌移送北检。国安特务啊！我老婆是共谍庆云王啊！那你拿办事为什么要上总统府？他在那里有什么诉求吗？一直向媒体大声喊话，不过听无伊讲啥。总统府是回应讲，伫第一时间，这位民众就已经由警方带登去介绍路派出所，由警方调查案情甲伊行为的动机。记者综合报道。咱继续关心2024环太平洋军演，即马正在进行陆地训练阶段。美国海军陆战队员除了有新型的训练，伊嘛有分享城镇战的交战守则，含各国的交流。另外，还有一阵退伍的美国军人，因伫夏威夷的海基亚和美国的国民兵合作，进行搜救训练。伊是演练对直升机跳机搜救。伫枪那内面快速刷叮当，世界各国官兵机动部署到指定的所在。环太平洋军演除了海上的操演航母，陆地训练也正重要。美国海军陆战队的队员亲自进行训练科目，亲像是教印尼的官兵美军上新型的战术战法，小组安怎分工。对这种正罕得的经验，官兵拢正注意听。今年环太平洋军演有29个国家参加，每一个国家的训练方式甲环境拢无同。在军演期间，美军也分享城镇战的交战守则，大家互相交流。So every time we get a new partner force to operate with us, it's just a learning experience from the start. I think it's a really cool experience. A lot of different countries, a lot of things they can teach us, things we can teach them, but also just building that camaraderie and that bond between partner forces.
伫咧夏威夷周边的海域，看到搜救人员对直升机顶头跳的海。这个人大部分拢是美国退役军人，甲美国国民兵合作，协调海华巡防队进行3礼拜训练。We are retired military, most of us, and this is Trident Adventures, owned by a retired Navy SEAL. So right now we're in training to become cast masters to exit people out of an aircraft safely. 直升机伫咧早起一直来回，真正训练的流程，甲一般海上搜救任务无同。一寡退役的美军活用过去做兵的经验，演练伫飞机顶抢救，目标是甲人对机顶救出来跳的海。记者综合报道。大家乡亲，咱做伙关心今仔日早报的重点，咱先来看《中国时报》。交通部伫昨昏公布，今年1月份至4月份道路交通事故有造成982个人死亡，这是比去年同期有减57个人。啊，毋过当中有6成的死亡拢和骑奥多摆有关系。交通部即马就表示，会去分析原因，提出因应的对策。继续关心联合报，咱台湾少子化问题是愈来愈严重。根据统计，咱台湾的生育率伫全世界是掉车尾的。行政院长杜英泰伊就认为讲，户政单位会当甲应当结婚煞还未结婚，或者是已经结婚几若年啊，也毋过煞拢无生囝的民众，透过户政资料甲找出来，互相关单位会当针对这群人提供奖励政策。也毋过，这个建议是互在野党批评严重侵犯隐私。继续关心自由时报，劳动基金继续咧趁钱。劳动部公布上新的劳动基金即投资的效益。劳动基金伫今年前5个月赚6000多亿，收益率是9.99%。因为金融市场即马真稳定，股票嘛拢得起，所以平均一个月劳动基金就赚超过1亿半。为着要振兴花莲的农业、渔业，也有畜牧业，农业部有推出农分币，请民众游客去花莲高官买物件。也毋过昨昏实施的头一天，是因为使用的人伤过济啊，系统全小度卡掉咧。啊，毋过农业部即摆解释讲，除了当游客会当去领去用，在地人嘛会当领，嘛会当用。啊，那目前系统已经恢复正常。那增到满移动会柜台头前用农分币介绍，按过店员安怎路都是愈袂过。是835的讯息，不知道是什么。扫描 QR code， 错误顺序一直跳。那农会超市无法度顺利用，就连上海行业者替消费者换也拄着问题。那连我们业者要做兑换也是，就说我们的场域不符合，就是兑换的资格什么的，对。所以问题蛮多的。对。要进行花莲地动了后，农林渔牧发展农业部推农分币2万斤票期，啊，毋过7月初伊第一天为申请甲使用状况真济，阁较有外地来人要登去进行使用，无奈卡掉咧。刚才就有一位外地民众刚好要离开花莲，可是就无法上线。昨天晚上抢票的时候就有一点卡住，现在要用，就不能用。第一天就出问题，互游客业者是真反弹。当地农业处解释。流量超过预期，农业部也回应已经紧急加大系统频宽作业，中岛过后状况排除，目前拢恢复正常。我们业者是登录农业易游网之后，然后这里会有一个快速收卷。中央除了农分币、花莲旅游补助、花莲进行文化币等等，也用真济方式来挽救当地员工。虽然业者讲文化币对生理有帮助，啊，不过大部分是在地人咧使用。即马hiệu热，花莲各饭店住房率平均只有2成。第一个是渔政的问题，再来就是路况的问题。那因为就在上个礼拜，苏花公路一段一有个这个土石流，其实我们的住房率又都下滑了这个1%哈，交通的问题还是他们最大的一个担忧。在地的孩子们，高中生、大学的部分也蛮多，大概8成，那有2成是外地的。陆续业者拢讲，目前来省的人无济，那安尼农分币换甲使用，那会流量伤过大去卡掉咧。也有可能有部分的领取对象，他本身也是花莲的民众，他到附近的乡镇，或者是到花莲的中部、南部这边来做游玩，所以都是有可能的。原来花莲当地人用领农分币，那定规伫花莲农营定级进行，是要进行员工除了靠相关的补助，要互游客来者包含来往花莲交通等真济方面，拢爱检讨。记者综合报道。
其他消息，咱来关心，伫今年3月份的时，卫福部已经取消病院诊所挂号费的上限，要让这个收费登去到市场的机制。结果呢，即马却传出有诊所乌白收钱。立委林淑芬特别讲，伫南部某一间病院挂号费一概收6000块，若是有够这6000块，就当大省安排病床。立委批评医疗体系该急化，实在是真不应该。民众若做破病去医疗院所挂号看病真方便，不过卫福部今年3月取消挂号费限制，引起未少收费的乱象。民进党立委林淑芬初伫立法院卫权委员会也讲，南部某一间病院交6000块挂号费，就当优先排病床，就连基层诊所核心特约门诊挂号费嘛要2000块，互公共医疗出现该级的问题。取消挂号费上限是你们废止的。今晚出现那种乱象，6000元可以优先排病床。林淑芬批评当初取消挂号费限制时阵，医师司对外表示，医疗机构袂使乌白起价，会影响病人就医的意愿。若做有联合起价行为，会由公平会管控。敢讲卫福部拢无责任啊？心。挂号费还是有彼此竞争的啦，不可能说我们同一条街上。你若收较贵的话，都无人要去啊嘛。所以他讲的不食人间烟火的话，这些也会造成慢性病病人他从诊所转往整体收费较低的医院来就医的情况，或者说有经济健康弱势的民众，他因为没有挂号费的减免优惠而造成就医基金障碍等等的情况。医改会呼吁卫福部应该赶紧查明4月到即马全台湾医疗院所调关挂号费的情形，并恢复备查制度，避免医疗改革化。区泰元嘛讲，目前健保快易通 App 无登录自费系统门诊，不过会去了解挂号费收费的情形。记者综合报道。天气报你知，咱同齐关心天气。今仔日咱台湾继续受太平洋高压影响，各地拢是多云好天。过到山区、大台北地区会落西北雨，咱同齐看云图。今仔日咱台湾各地头同款拢是好天、烧热的天气。一若早起，中南部会落西北雨，刷落这风势就会改透东南风。东南部因为遮风，所以嘛爱注意低渐雨。过到呢，中部以北也有其他所在的各地头山区拢会落西北雨，而且这雨有可能会落较粗。一若今仔日的气温是同款拢真悬，各地高温大约有32度至36度。若伫中南部有可能会热到37度。最近的温度真悬，有热是互人热甲挡袂牢。今仔日气象署咱有继续针对全台湾11个县市发布高温的警示，有可能会连续出现36度以上的高温。气象署嘛表示，咱台湾继续受太平洋高压的影响，所以未来这一礼拜同款拢是热翕翕的天气。最近连续几天的天气拢真烧热，真侪民众是用要气在袂调。亲像礼拜台东金轮的气温甚至升到41度，创下今年上高温的纪录。8日气象署继续针对大部分县市发布高温的感觉小灯号，尤其台东县因为火烧风的影响，有机会出现38度以上的高温，也那其他县市的高温也有34度至36度。而我们特别要提醒的是，今天因为吹西南风的影响，在台东地区东南部依然会有焚风出现，仍然有机会出现38度以上的高温。那台东地区的焚风有机会在明天就比较减缓一些。那到了礼拜3，整个环境场会逐渐转吹东南风。那在东南风的状况下，西南部算是背风侧，所以高温的情况会更为的明显。另外，今年7月、8月也是风台上济的季节，风台的形成除了受到海水温度的影响，前后太平洋高压的活动范围嘛是形成的因素之一。气象署表示，目前太平洋高压已经扩展到南海，研判至少7月中以前拢未有风台。太平洋高压的位置仍然一直延伸到南海，而预计这样子的环境形态可能还会至少持续到7月的上旬，甚至是到接近中旬。所以未来1个礼拜，甚至到下周，我们目前是没有看到明显热带系统发展的讯号。另外，气象署表示，拜三之前各地大部分拢是多云到好天的天气，中部以北也有山区，也是爱注意过道会落西北雨。也若拜4、拜5落雨范围变细，提醒民众出门也是爱早雨伞、穿雨袜，也着爱避免日头的紫外线伤害。记者林晓凯台北报道。
有咧细厝的乡亲拢知影讲，厝头家会看电表来收电钱，啊，毋过一度的钱差不多拢是5块的起跳。介绍是在厝头家咧花，为着要改善这款情形，行政院消保处即马是通过新版的细厝契约，台电销单顶头写偌济钱，厝卡纳偌济就好，厝头家袂使阁加收。按算伫7月中要开始推动。天气真热，真侪人一转去厝的第一个做的代志就是开冷气。不过租厝的人就无一定，考虑到厝头家定定超收电钱，甚至团讲最近电钱起啊，厝头家要甲每一度电调到1度7块。夏天6.6，然后冬天5.5这样子的电价，没有特别说是按照什么，反正他就是收这个价格啊，你都写在契约上面，能接受就能接受。住了1年之后就收加电费，然后一度是6.4块。我记得他有说就是台电涨了，他又说又要跟着涨。为了要防止乱象，行政院消保会伫顶礼拜5审议通过新版的租赁契约范本，以后厝头家收到台电的销单偌济钱，就即个人向厝卡收偌济。电度数来计算电费的话，每度电价将不可以超过电费单上的当期每度平均电价，会预计在7月中旬正式上路。新版的租赁契约范本有3点修正，用电度数来计算的，不应超过当期每一度平均电价；那不是用电度数算钱的，就不应超过每一支电费的总价。厝头家有提供电费资讯的义务，厝卡也让家己向台电查询讲电偌济钱。以后若是厝卡拄到超收电钱，会影向行政院消保会提出申诉。房客要不要这件事情跟房东翻脸？那翻脸的部分，也许你可以争到你的权益，可是你就不要住了。治标不治本，政府应该想办法去面对，如何赶快让台湾的租屋市透明化。平阳凯讲，厝卡会当主张款息，不过厝主若是袂照去做，甚至袂阁做啊，会是另外一个问题。要解决租厝市场的争议，就要对市场公开透明化来做，和政府会当有效来管厝头家，达到减少纷争，维护厝卡厝头家双边的权益。记者综合报道。国际新闻，咱来关心美国最高法院是裁决前总统川普。美国前总统川普伫国会暴动案有部分的赦免权，川普就可能伫选总统进前，拢唔免去出席指控年国会暴动案的审理。严格的即马，总统拜登团队是表示讲，就算真正安尼，嘛未改变讲，伫迄天真正有暴动，而且是川普煽动的。美国最高法院7月以6-3裁定，前总统川普伫咧2020年国会暴动起诉案享有部分的豁免权。川普伫社群媒体讲，这是咱国宪法甲民主的大胜利。案件关键是大法官对川普迄当阵的行为认定是总统的公务也是私人行为。若是公务有豁免权，私人行为就无。所以即马川普被控想要颠覆2020大选结果的诉讼庭诉，会发挥下级法院。Going to require more work done by the lower courts. It makes it quite unlikely that any trial for the former president could take place before the November election. Some of the core functions of being president, like for instance, vetoing legislation, could never be the subject of prosecution. But prosecutors will have a chance to present evidence to rebut that presumption. 川普的前测诉史蒂夫·巴农7月7日被掠去关，伊是因为违抗调查2021年1月7日美国国会大楼攻击事件所发的传票，被判藐视国会，判4个月。I am proud of going to prison today. The message of President Trump is very simple: fight on. 总统拜登的团队讲，最高法院的豁免裁决并未改变迄天暴动煽动的事实。另外，因为拜登伫咧辩论的表现被认为是灾难级，即马上新的情形是，民主党的高层已经排除将拜登换掉的可能性。Sources told us that his family, in particular, First Lady Jill Biden and his son Hunter Biden, encouraged him to stay in the race and keep fighting. And those are the two people he really listens to the most. 拜登伫咧辩论了后，甲出来人踮伫咧大卫营。纽约时报引述知情人士的讲法，拜登有一寡家人私底下对团队替伊所做的辩论准备工作正不满。根据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伫咧辩论了所做的民调，认为拜登无应该继续竞选的民主党人，自离家的36%增加到46%。公司新闻黄文玲报道。
也若法国国民议会头一轮的选举投票民调是显示讲投票率有65%，这是1997年以来投票率上悬的纪录。极右派国民联盟摕到历史性的胜利，因的席次有可能对88席增加到230席，甚至是280席。党主席巴德拉即马是呼吁选民伫第2轮投票的时，爱互因占多数，安尼才会当稳定来执政。也若现任总统马克宏联盟，因是输舔舔，成绩掉车尾。极右派国民联盟总调马林勒彭伫法国北部埃南博蒙选区轻松用58.1数，也就是过半选票。第一摆投票就胜出的消息一出来，在竞选中心的支持者欢喜甲叽叽叫，互相揽做伙。国民联盟全国总得票率33%是第一，席次有可会为目前的88席，提悬到230到280席之间。而总理大会愈来愈近的党魁巴德拉，3半暝伫巴黎记者会宣誓，也遵守宪法做好联合政府总理，呼吁选民第2摆投票，还提绝对多数稳定执政。J'entends être un Premier ministre de cohabitation, respectueux de la Constitution et de la fonction du président de la République, mais intransigeant sur la politique que nous mettrons en œuvre au service de la France et au service des Français. Bah ouais, faut changer peut-être que ça ira mieux. Parce que là pour l'instant il n'y a rien qui se fait et voilà. Faut que ça change, faut essayer. On n'a jamais essayé donc faut essayer, c'est tout. 法国选举是2摆投票制，第1摆投票得票过半会直接胜出，若无就要经过第2摆投票决定胜负。另外，得票率超过12%也有参选资格。为出口民调的算票结果来看，有破纪录3摆选区是三卡都。为这场双向的改选，5个左派政党伫选前凊彩成军的新人民阵线，得票率28.5%是第2，席次伫125到165席之间。总统马克宏中间派联盟同在只有22%第3，席次为250席倒退率到70到100席之间。对马克宏来讲是真见效的惨败。国民议会总席次577席，要稳定执政爱摕到289席。为斩断继续的执政之路，不屈法国的领袖梅兰雄先表态，呼吁票数第3的左派候选人退选，全面支持国民联盟候选人竞争对手。总理艾塔尔也提出同款的意见，按过中间联盟内底，似乎无同款的声音。Je les vois avec beaucoup de peur, d'appréhension et je me dis qu'il faut se mobiliser et réagir de demain parce que l'heure est grave. 照宪法的规定，国民议会选后1年内不应该解散。马克宏也讲，一定会最晚第2任任期到2027年。第2摆投票会伫7月7日。民调显示，上可能就是无任何一个阵营应摕到过半席次。加州国会经伫遐袂顶袂当，到时阵马克宏推行改革会真歹行。公视新闻王慧文报道。昨昏7月7日是香港主权移交27。今仔日国际上还阁有啥物大代志？甲乡亲咱做伙来去看世界。韩国昨暗伫首尔市政厅站这附近的一大十字路口发生严重的车祸，一架车不明原因驶对向失控去弄到2台车，佮弄到人，尾案呢是造成9个人死亡，4个人重伤。韩国警方已经抓到驶车的这个驾驶。继续关心北韩国营电视台的卫星信号，一直拢是使用中国的卫星。因过罗西亚总统普廷去访问北韩了后，即马呢南韩讲北韩已经把国家电视台的信号传播的管道对中国卫星刷去到罗西亚的卫星，即马反映出罗西亚和北韩两国的关系是愈来愈好。继续来看英国伫要举行国会大选，根据民调显示讲，目前在野的工党支持度上悬，未来有可能会接英国外交部门的国会议员拉米，伊对外表示，伊打算要推动更较侪项部会官员去中国访问，因为伊讲中国是一个真重要的国家，英国和中国应该要有一致的政策。今头个转来咱国内，咱来关心第35届的中研院的院士会议已经长得举行，计共有4天，会选出新的院士。总统赖清德伫昨昏去参加开幕，嘛感谢中研院伫精灵摆摊这部分一直在研究。赖总统嘛强调讲，中研院的进步就是代表咱台湾的进步。
伊人院长廖俊智嘛表示，中研院已经成立 AI 推广办公室，未来嘛提升 AI 的相关研究。一鞠躬。向国府为上3级中连续4届中研院第35摆研讨会议7月正式开始，这是疫情了后用实体会议的方式进行。总统大清德致辞时阵强调，中研院是台湾最高学术研究机构，一直用科学专业贡献国家社会，培养人才，搁提供国家政策建言。中研院的进步就代表台湾的进步。今年是中研院在南港院区的70周年。中研院以跨世代累积的研究能量，协助台湾度过各种挑战。面对气候危机，净零碳排已经是全球努力的目标。发布台湾净零科技研发政策建议书，倡议具体解决方案。马总统感谢中研院伫净零碳排等领域用心研究，表达上大敬意。虽然研讨会议会选出40个新科院士，不过这几年来，东山名家一直落车，尤其是人文组东山人数一直偏低，顶一届只有3人当选。现在人文的院士比较少，有各种的原因，一个大环境的原因，念人文的人越来越少啊。像少子化一样，人口越来越少。每一个提名都在各个学科，恐怕会有一些遗珠之憾。也就是说，怎么样能够在跨学科推荐一些比较好的人出来？我想这个是一条路。在这一摆新科院士选举办法当中，第一摆伫提名过程，就要确认被提名人深受咱的国籍，若无咱的国籍，会建议转提名国院士。记者综合报道。伫基隆有公民团体推动要罢免基隆市长谢国良的行动，目前已经达到第2阶段的标准人数有过。谢国良是表示，伊一定会做好准备。另外，即马针对选罢法修法，国民党是批评民进党2款标准，也那民众党是已经对外表态，反对拿赢要有关罢免的标准。不少重要交通地点，基隆城际转运站启用记者会。不过，外界有关关注基隆市长谢国良的罢免案，行动小组公布人数已经超过第2阶段的标准，3早传出已经超过4万份，按算伫7月初5送件。谢国良也发声讲，要到党中央来参详对策。下班后，我们会到八德路跟大家讨论一下今后的局势。很多人都很关心基隆目前的情况。我们也深深的表示感谢，也请大家放心，我们会做一切的准备。对启用典礼无邀请前基隆市长林右昌，谢国良是回应讲，因为林右昌目前有民进党秘书长的党务身份，较无适合。最近选罢法的修正，国会是继续咧对下。国民党批评讲，顶会期有3位立委也提出同款的修法方向，要提高标准，罢免票要坐过当选票。制度如果有缺失、有漏洞，是不是大家一起来讨论，而不是政治意识形态？民进党提出来就好棒棒，国民党委员提出来就是为了要调高自己的门槛，就是为了要保护自己。个别委员有他提案的自由，他的个人意见的陈述，但是民进党自始至终，即使是国会多数，也没有强行推动这样的修法。民众党也表态袂对拿赢来提出修法，尤其内政委员会选罢法修法的关键一息，民众党的立委魏玉珍也表态反对拿赢调关罢免的标准，避免甲人民罢免无涉及政治人物的权利，又搁关入去招啊人来。这样子的提案，我们是不会赞成的。所以麦玉珍委员也已经清楚表态，他在内政委员会里头会出席，而且清楚地表达他的立场。党团的总调吴国昌也强调讲，党团并无主动推动修选罢法的计划，民众党也否认有配合，表示民众党有家己的主体性。记者综合报道。在地新闻来关心，台北市内湖区有一间咖啡厅，互民众指控讲，点这间店的外送沙拉食到一半，发现有胶纸在白。台北市的卫生局昨昏有派人去稽查，伫现场灶骹遐是无看到胶纸，也毋过有查出3项欠点，即马已经要求这间店7月初5之前要做好改善。所以来关心
台北虽未见病媒出没，但查有未能出示健康检查报告，还有烟机不洁及砧板不洁之卫生缺失事项，已要求于7月5日前改善。业者亦表示，针对外送餐点有异物部分，将加强病媒防治及改善制作流程；针对餐具有破损部分，日后将立即进行更换。这是听到台北市上新的回应。继续关心台北市的士林区海沙厝商品大楼，因过捌发生天崩落落的问题，有9成以上的住户拢有意愿参与导经，所以这嘛是台北市办理导经2点控的头一例。副市长李树川就表示，台北市无法度伫每一个所在拢是一平换一平，也毋过爱赶紧甲危险的旧建筑更新，安尼大起来才会较安全。天崩的壁旁愈来愈宽，还佫有真侪铁机仔看现现，修补的痕迹真明显。台北市士林商品大楼2021年去市政府公告列管组应该拆除高列离子建物，也就是俗称海沙厝，市民烦恼大的安全，也促成这个案是公办导经2.0头一个先案的社区。天花板崩塌啊，然后那个女儿墙倒塌，那有些住户只要遇到地震，就是往1楼跑。这几年一直都有点住得不太安心。我以住户代表来看的话，我没有遇到说反对的意见。士林商品的导经案拢总将近100户，拢总130人，9成以上的住户拢有进行公办导经的意愿。不过其实整合初期意愿无悬，是一直到部分居民厝内的客厅露台天棚的红毛图，都伫眼前落来，才提高导经共识。头一届招商的时阵，阁因为营建成本悬流标，经过一直沟通，甲住户开会调整招商的内容，阁互出钱人更较侪开发调整款。第2届才成功招商。其实坪数换下来没有到1坪换1坪，我们大概我算一算，大概只有1坪换0.5多而已。解决我们住户的一些居住上的安全来讲，还是一个蛮好的一个解决途径啦。不可能在台北市每个地方都可以1坪换1坪，茶杯用了40年，现在换个新的，补个2块钱。应该也合理吧。台北市副市长李树川讲，台北市无法度每一个所在拢一平换一平。台北市目前厝的内政强度也是无够，敢若靠导经赶紧甲危险老旧的建筑换新。不过导经嘛面临欠工欠料的条件。切工切料虽然会造成工期的 delay 呢，但是不是完全无解。尤其在今年呢，政府劳动部开放外劳之后呢，更让我们在移工方面有所补充。建商表示，原为了起营建成本悬，大环境要生存，甚至要甲导经做好，除了旧厝的改建，提升规个区域的价值，这嘛是解决的方法。记者综合报道。高雄捷运的高雄车头商店街有一个民众，伊的牌仔内底行动电源呛烟烧起来，过路人看到了后是惊甲闪甲远远。加在是站长抑个保全人员赶紧处理，才无导火烧。专家是表示，行动电源温度伤悬，或者是去弄着内底有故乡，拢有可能会烧起来。嘛提醒乡亲，总讲发现讲行动电源烧烫烫就唔通阁用。监视器画面，民众雄雄惊闪，尾啊倒面下骹出现阵阵白烟。车中道一个女学生，伫高捷高雄车站地下商店街，皮包雄雄呛烟，惊者伊赶紧甲皮包等伫涂骹。当时刚好拿着抹布，所以我就先过去。我们这边最近嘛，对啊，我就想说，先盖着，至少不要让它再有后续的更严重的事情发生。烟雾就整个喷到这个整个地下室，整个就弥漫的那个。烟这样子，已经烧到变涂炭的都是呛烟的行动电源。好佳在发生大事的时阵，热心的店主甲高捷工作人员发现了后即时处理，才无造成灾害。清洁人员发现后，立即通知站长前往查勘处理。确认后，现场无造成人员受伤及设备损坏。科技时代，差不多大家出外拢会炸行动电源，不过最近行动电源家己倒起来爆炸，这个事故常常听到。专家是讲，高温也是去弄到，拢有可能致使内底的晶片这零件故障，爱特别注意，尽量避免它碰撞。然后第二个呢是不要跟其他电池类的再放在一起。然后第三个是你平常你自己的时候，你可以注意一下它有没有温度异常。例如说它没有使用，也都没有连接，突然之间温度很异常。或者是你同时连接多个装置，
然后它的温度是非常的烫。因为行动电源各位管道济，专家讲，若是买到国外来路不明的行动电源，也有可能因为电压的问题会有风险。提醒民众，上好是找国内合格大型通路，也是经有厂牌加票检局 BSMI 认证的产品，对品质甲安全较有保障。记者综合报道。地方风上头，咱来关心，咱台湾即马乒乓运动是愈来愈兴，嘛带动科技发展。即马有4间大学因合作，同齐研究用几若种智慧精准运动科技。即马嘛伫虎尾科技大学的体育馆有成立精准智慧乒乓运动的科技中心，希望帮助乒乓的选手在比赛的时会当摕到更较好的成绩。看影片用科技辅助分析来帮助倒球选手，虎尾科技大学、台湾体育运动大学、中兴大学甲中央大学4间学校，经过5年的打拼，共同成立这个精准智慧倒球科技中心，希望会当帮助倒球运动的发展。我们团队非常荣幸能够结合台湾体大、虎尾科大、中兴大学、中央大学，将桌球精准运动科技结合在一起，做出一些突破性的一些做法。不管是用测验的方法建立，或者是专门的专利应用产品，都能够直接完成，然后对世界、对国家有直接的影响。精准智慧倒球科技中心主要是结合科技甲运动医学，目前也甲真侪国家合作，希望透过合作促进咱倒球发展，也和其他国家进行运动外交。那在国科会的支援下，那我们很荣幸能够得到在过往4年以及即将的这4年，总共经费会约计7000万，来将国家的桌球、运科及科技做好的结合。无论是在篮球、练球、跳高等的运动上面，都有很好的表现。那实际上就是因为我们把运动科技的部分，把它应用到这些运动上面来。虎尾科技大学表示，未来的规划整合中心成果推广到民间，透过产学合作甲技术转移，希望会当带动台湾拍倒球的风气，培养民众运动的关系。记者综合报道。另外，为着要推广全民国防的概念，有企业即马是关安全的射击训练器材，和训练的用民国小。学校即马嘛打算要伫学生3年的时体育课当中安排这款射击的课程，希望要让学生自细汉就当培养国防的观念，而且这嘛当训练囡仔的专注力。也称对称目标，囡仔真熟手的射靶，这是伦北乡阳明国小特别的体育课射击，学生拢感觉真趣味。觉得玩这个射击很有趣，这个射击是我从4年级的时候开始玩，然后这个射击可以让我觉得很有趣，让我的眼睛可以会瞄准，所以让我也有一个参与。我是从4年级开始学，然后那一天去高雄夜市去玩射气球，玩完那个觉得很简单。2022年时，有企业关射击的器材，学校就开始安排伫体育课，互囡仔学射击，希望会当提升学生的专注甲稳定性。老师顺续伫课程内底加入全民国防的观念，希望互学生自细汉开始培养国防知识。因为这是融入教学，我们会国防教育的话，我们就是会来这边上，然后也会融入一些，就是譬如说，在国防方面呢，我们可能之后可能都有可能会接触到，大家都有可能会上战场，所以我们可能会跟他讲一下说，这是一个先辈经验，就是你会了解那个射击的话，你以后如果真的长大了，当了军人了，拿了枪杆子，会对你以后在射击方面会比较有帮助。 2006年正式实施的全民国防教育法，学校教育嘛是其中上重要的。即马囡仔免等高中，自国小地当开始接触射击，那运动那认捌国防观念。记者综合报道。 文化新简介，咱来去高雄。高雄大树因过近摆嘛落大雨，拢会造成残饮水。当地里长要调查水源的时，无意中就伫山沟内底发现一座日本时代墓坑，是保留甲真完整。
伊是怀疑讲，这应该是早期咧送糖的时5分仔车咧过的磅空，也毋过当地时代是认为这磅空应该是互牛车咧行的。地方即马希望政府会当投入资源来调查这段历史，嘛活化这个文化资产。对里长的骹步往小路行到底，是一片荒郊野外，内底竟然有磅空藏伫遮，远远看磅空内底有夜报，无法度看到底。里长是怀疑遮过去是5分仔车会经过磅空，毋过地方有时代认为这个磅空可能要互牛车经过，因为过去日本人为着要去高滨溪载山仔去自来水厂，迄当阵是用牛车来载，为着莫互牛行铁基路，才会去这个磅空。出山去建造着小便的集水厂，爱要下变道，必须要经过咱铁基路的下面，所以咱做一个类似迄个磅空伫遐去哩。无伊中间，佮发现拄即个疑似算5分车的迄个磅空。为虾米这个磅空藏伫山沟，即阵才互人发现？因为遮便若落雨，产地就会淹大水。里长是甲区公所人员开年半的时间调查，才伫山沟发现即座日本时代磅空。头先掠准讲是防空号，推测磅空有300米长。文化局初步判断，这个磅空毋是基尾线的5分仔车的路线，应该是旧三甲的分野。初步评估这个隧道的位置，并非日治时期糖铁旗尾线的路线所在。木社区那边找他们里长，他们已经是金牌社区了，我们可以跟他们合作来做一个带状的旅游规划。里长表示讲，因为这个上无有70年历史的磅空保留甲真完整，希望未来会当知影磅空历史，会当活化，通甲地方产业做连结。记者张义辉、邱兆勇高雄报道。配合台南建成400年儿童文化艺术基金会有和台南市政府合作，由老师带学生透过走读社区的方式，用绘本创作，甲台南37区的特色和文化拢记录落来。因来因用9年的时间，结共有出88本的绘本，这绘本即马当地高雄展出。主持人阿家由玲珑果模仿白杂碎头家，后壁对一场7个得奖国小囡仔，因路分台南在地传统点心互人。这是早期农村社会，伫街路拢有画玲珑白杂碎景象，即阵是出现伫高雄捷运美丽岛站。来了，头节就过节哦。白杂碎头家是为美丽岛卖到维稳赢，现场有侪学生画绘本。呈现台南400历史故事，绘本的主题毋但有庙宇文化、技艺传承，阁有人文风情等等，这拢是老师带学生透过实际采访来了解邻里街路加深囡仔对家乡的认同。因爱去走读社区，对家乡甲社区的历史文化甲物产，还有更较多人脉甲了解。伊透过绘本，伊就有法度了解讲，这是七股的故事，这是将军的故事，这是烟空的故事。所以我感觉透过绘本是足好的媒介。台南400家乡故事绘本的巡回展有69间学校参与，记录台南37区，出版88本的绘本。今年配合台南400档，毋但有行动戏剧。学生的手绘图也伫捷运的高雄国际机场站2号出口来展览。高雄是最后一站，然后最后就回到台南了吼，所以这也是传承我们整个台湾的精神。这摆展览捌巡回到台北、新竹，即马是来到高雄，要展到7月24，也互外地民众做伙见证台南400档的历史风华。记者张义辉、邱兆勇高雄报道。语言爱会晓讲嘛，爱会晓写，因为语言文字化才通代代传。长期拍拼咧保存部落族语的专家学者，即马就和部落族语发展协会共同伫新义乡举办族语文字化的共识营，是呼吁族人爱重视这件代志。长期拍拼保存部落族语的专家专正文，伫台湾部落族语言学会指示之下，伫信义乡原住民文化馆举办族语文字化，嘛是传承族语真重要的共识会议。族语的文字化就是，把我们说的族语，用拼音符号把它拼写出来，然后加上中文的注解，然后这样才以利于我们保留还有传承。
惊愈来愈少人会晓讲布农族语，布农族语言的专家专政文自退休无做国中校长了后，就正打拼利用布农族语翻译圣经和编写网络的口语教材。台湾布农族语言学会甲原民会嘛甲支持，协助伊做伙推动族语保存。第2场的布农族的共识会议，那我们就是这次我们也是请我们的讲师来讨论，就是如何去附赠这些我们真正的我们的语言呐。如果从家庭开始，现在很重视在族语保姆的部分。如果有些族语的部分呢，从小幼教开始来执行的话，一直到长大的话，我觉得这样的成效会比较好。所以如果在这个时候没有想办法，我们的语言把它文字化。那其实这个对我们的语言的传承是一个很大的伤害。在台湾，除了华语以外，各族群拢有语言流失的危机，尤其是原住民的语言上严重。即马布农族语的专家专政文拍拼推动族语文字化，嘛希望所有族人会当做伙来学，让布农族语通代代传。记者综合报道。公司新闻徐嘉玲编译。日本富士山爬山柜开放，吉田路线正式开放了后，今年有新的规定，要先去网络登记，搁要纳2000块的日币，而且一天限定敢若4000人。3時になりましたので開門いたします。天都还未光，工作人员把水门慢慢啊撒开。日本富士山登山柜正式上场，伫山内关的吉田路线初一开始开放。不过今年开始要为当地入山加新的规定，要爬山人爱网络预约，搁缴纳2000日票，差不多大票400块费用才会当入山。前もって予約しておいた方が一番ねいいと思いますよ。そういうシステムはやっぱ。人多すぎると危ないと思うので。山友缴费了后，会得到一条黄色的手环，责便手环进入步道。大家入山时间为透早3点至下晡4点，每天人数上济4000人。敢若预约山内的附近山了的游客，无受入山的时间甲人数限制。吉田路线是爬富士山上界热门的路线，差不多6成的登山客会为遮入山。不过疫情了后，游客增加真济，山内环境愈来愈垃圾。国家部分山友准备不足，一直有传出意外。山内县政府才推出新的规定。やっぱゴミを捨てて帰ったりとか、そういう環境に関しての意識っていうものをもっと皆さんが持っていただいたら、富士山も喜ぶかなと思います。当年7月至9月，登山柜富士山拢会吸引超过22万的游客来访。不过目前，敢若吉田路线爱收费，另外3条主要的路线也是免费入山。公司新闻齐婉玲编译。瑞典伫17世纪的时有起大型的战船，也毋过这只船落海就随沉去，后来呢几只有甲好起来。即马博物馆有招专家，要用4年的时间来互船身变稳定。让入去外省沉船博物馆的大厅，会能看到这只插座的舰船，除了船的两边有几60个大炮的射击筒口，也有真侪手工正优的人像雕刻。吸引真侪观光客注意，大家拢摕手机啊、甲翕相机翕袂停。I'm here second time, and I remember my first time here, and it was like wow when I entered the entrance, and yeah, it was like wow, and I just stopped for a moment. It's huge. It's huge. It's like really amazing and very, very well preserved. 瓦萨河自1626年开始建造，迄当阵的瑞典国王古斯塔夫二世为了要扩大瑞典帝国的版图，需要真侪舰船来征服波罗的海周边的国家，特别是伫即马波兰沿海地区。因为瓦萨河就是这个军事野心的产物。瓦萨这个名是当时瑞典王室的血统象征，就知讲这台舰船是偌受到重视。不过也因为古斯塔夫二世对伊正五望，对各项设计甲装备要求正多，也造成船的重心伤悬。特别于1628年第一遍由造船厂出航，才驶差不多1500公尺，就还未进入波罗的海海域，就冰船沉在海。瓦萨河伫咧海底都超过300年，一直到1961年才被活起来。这嘛是真济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上吸引外来游客景点。In the
ship's history, it was the salvaging and also the preservation of the ship. The two phases where there was a real effort in putting things. And now I will be able to say that I was part of the third big thing that we did was to actually build a new support structure for the ship. 瀑布馆讲，插座的船身虽然经过特别处理，不过年久月深了，也是慢慢凹起烂起。同时，船的重量加规的重心一开始就无啥稳，互船身愈来愈向倒边处过去，就甲当年冰船的原因同款。These parts where that is actually connecting to the wood, we will have over 3,000 of these pieces that can be individually adjusted. It's actually supporting the ship, because a problem with the movement in the ship is that it isn't even. 这个名叫做支撑瓦萨号的计划，自2024年4月开始，真正就已经开超过10年时间做研究，估计开$1900万美金，希望会让在2028年进前，加支撑船身平行的钢骨结构规个完成。公司新闻徐嘉玲编辑。当在关心今仔日各地头的温度，北部的温度上低27度，上悬有36度；中部的温度上低27度，上悬是37度；南部的温度上低27度，上悬37度；东部的温度上低27度，上悬是35度。外岛27度至33度。感谢乡亲收看，祝您平安顺心。明仔载起9点，咱再会。